大家好，我哋係無聲音樂 Haptic Jam。有冇諗過呢個世界有一班人好想玩音樂，但係佢哋聽唔到聲？而家喺香港有超過24萬個聽障人士，而喺中國就有多過2700萬人。佢哋因為聽唔到聲，容易被忽視或者邊緣化。聽障人士佢哋其實非常之渴望去參與音樂，但係因為身體上嘅一啲障礙而被隔絕咗。但以前社會上嘅音樂輔助嘅方式，例如字幕、手語，其實只係解釋緊歌詞，佢哋依然係聽唔到旋律，感受唔到節奏。長期以嚟，聽障人士基本上係體驗唔到真正嘅音樂。於是，我哋開發咗 Haptic Jam， 一個專為聽障人士設計嘅創新音樂平台。我哋利用 iPhone 內置嘅 Taptic Engine， 將每一段音符轉化為一組震動嘅模式。高音代表銳利而快嘅震動，低音代表柔和而深嘅震動。節奏嘅變化就係對應緊震動頻率嘅變化。聽唔到唔緊要，你會感覺到。再透過 MIDI 將每個音符都會變成一個震動嘅模式，儲存住音高、節奏、強度，方便編輯同埋錄製。用家亦都可以感受到即時佢哋嘅變化。依家你只要彈出主旋律 ，AI 就會同你一齊 jam， 一齊感受節奏。AI 亦都會成為你嘅音樂拍檔。聽障人士都可以感覺住音樂嘅互動，唔再被排除於外。呢個就係我哋嘅製作音樂嘅畫面，用戶可以自由咁樣揀樂器、錄音。界面非常之簡單直觀，無論初學者或者細路都非常之容易，好快咁樣上手，開始咁樣玩音樂。Haptic Jam 亦都可以透過聯機模式同朋友或者健聽人士一齊 jam 歌。Haptic Jam 無聲音樂唔只係一個 app， 佢係一個平台、一個語言、一個讓無聲嘅世界都能夠參與音樂、創造音樂、全新感受音樂嘅方法。讓 Haptic Jam 一齊讓震動成為你嘅音樂，感受每段旋律嘅脈搏。希望所有人聽障人士都能夠可以感受音樂。